癌症希望基金会即马当咧办全国的巡回画展，这些作品拢是朋友、家属甲和人员做伙创作的。基金会嘛表示讲，朋友创作的过程其实就是咧做艺术治疗，希望透过画展鼓励其他的朋友，可以得到对抗病痛的力量。就是得到癌症就好像撞到一个墙一样，然后就是那么硬，就是那么黑暗。 郭小晶的工作是伫病院照顾癌症病人，伊本身也是癌症病患的家属，真了解癌症病友的艰苦。伊透过画这幅图，两蕊开伫壁角的花，呈现癌症病友拄着病痛、困难，也继续寻求希望、无放弃的精神。我们用绘画的过程，我们去表达我们自己，我们去抒发我们的情绪，我们去同理病人的感受，我们去整理自己的生命。 癌症希望基金会举办第10届的彩绘希望画展，邀请癌症病友、家属、护理人员斗阵来创作，用画图方式来消透情绪。透过这款艺术治疗，通帮助病友、甲亲友找到行落去的勇气。 用彩笔把它呈现出来的时候，这个行为就已经有疗愈了。那我们今天再把它展出来，让更多的人能够来看到我的生命是这么走过来的，对病人自己本身来说，也是一种疗愈的行为。癌症希望基金会彩绘希望画展会巡回转台济病院展出。基金会希望透过这挂画作背后的生命故事，鼓励同款拄着难关的民众，会当有勇气面对挑战。 基金会也讲，因为提供癌症咨询、心理咨询服务，一年服务超过6万个家庭，民众若有需要，拢会当找因斗相共。记者郭林玉凯新北报道。